其实人也是土地上的其中一种生物。我们该如何重视我们身边跟我们同样存在在这个土地上的各种一切，其实是我们现在想要继续坚持做的事情。有时候人家会问我说，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这里？可是我觉得，现在反过来思考，就觉得说，你要我放弃现在的生活，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动都因讲啊，爱动懵啊，转来怎么改？爱想啊。人啊，真的不能离开土地。一旦离开土地了，就像没有根一样。在我这样的年纪还有力气的时候，能够跟我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或是呢帮年轻人多一个机会也好。我想能够为我的故乡做一点事情，做我回来最大的动力。我真的没有后悔。养着条从烟，春分过去，强凉多，后每爱哭过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梦里梦，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迎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台北太市家对海族了到尾，可能印象较上手的话，大部分却像安样，一大片长悠悠嘅田。不过最近几年来，有一群朋友也都有共同的理念，表下台北所有的一切，来到亚到尾用心出力，是为了过一摆看到两位当年嘅希望，和个演戏。今日就等的民族，看下来里拜访了到又温柔又少男嘅故事哦，来哩。海族古所以我按照一个名诶，就是因为其年代系温水海嘅沙巴，慢慢的用水打出来嘅平洋。就像阿美口样，温水海送本海顺农庄当皮嘅奶牛。800年前，老祖公对海族乡太庄村透水，实质嘅气压批准，唔但将渐渐的消灭嘅做太水嘅艰苦。准水干渴嘅海族，要滋养嘅补全乡镇嘅农作物。宛平跟永时发生的护水事件，其实实际的场域就在这边，对不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堤防上嘛。那在我堤防这一侧，其实就是整个浊水溪的河床。那你可以看到浊水溪，其实后面它就已经引水到进来我们这个整片这样西周大平原这边。因为我们整个西周其实都是一个浊水溪的那个黑泥冲积而成的。那这条叫做赤仔皮圳，那就是透过这个闸门水闸门，然后水道一直灌溉用水给这整个大平原上面的各种作物做一个滋养的动作。那当时候护水，其实它事件是要从这个水道旁这个路下面埋涵管。那它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这边的水源，农业用水的水源它就会被吃掉。对，所以我们水其实是会不足的，因为在上游，吉吉兰河堰它其实已经供水给六轻使用，所以我们这边水源是供4停6，所以其实本来就很拮据了。对，本来水就已经不是很足够，然后它再2次夺水，其实就对我们这个整个作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动员的就是上千人，然后还有很多农民跟外地的朋友就来声援我们，就大家围着这个水源头，就是做一个抗争。就是概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要保住的是这个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粮仓。那你跟永时啊，周末嘎波的都要倒闭，而且就在这里参与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呢。我自己爱听你呢。
就是当初他们办一个西周文化季，然后需要有一个艺术家去带他们做专班上的创作，像游行彩监那样子。后来也在这边驻点，然后开始跟社区啊，或是跟地方的人开始从事一些文化跟社区相关的事情。但是就在这社会上面，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付出，或是怎么样做关怀关注？其实这就是一个契机点。你不去重视，其实农民他也很难去对抗这一些啦。那我们的投入或许有一点机会可以去做一些改变。赤阿皮准係種花天然態公開內土，一個區域包含嘅規則種花西南天區，照顧得1.8萬公頃農田。天天工業嘅擴張和開發，電到本農場變到冇平靜。喺長期用水來源無落無錯嘅狀況之下，赤阿皮準嘅水都到嘅工業搶水嘅媒介。為了保護土地和水源，農民一敗又一敗去到街頭巷來抗議。2012年8月7號，係一個日頭當日嘅天時，喺海珠鄉太長村嘅赤阿皮準嘅水源頭，掛起嘅下定賦水太師嘅大型布條，差唔多幾千沙嘅菜地鄉親，留來到一道邊天數嘅後生日，為啲水源頭上。窮下來顯示賦水嘅決心。民族这边就是我们的成功旅社，哇！现在作为一个书店的空间，它大概就有90几年的历史。成功旅社，对，所以旅社头摆也倒闭的黑旅社，对，是旅社，但是是一个不能住的旅社。哦，就是它以前其实最早它是医院啦，然后因为西周以前有糖厂，所以后来它改建作为旅社，因为这边就是做生意的人非常多。但是它因为糖厂迁移了之后，就是它也荒废30-40年。那后来我们就找到屋主，然后就让我们有一个据点在这边。对，所以可以看到这原在空间上的一些细节，我们都还是保留着。真的呢，而且啊，刚刚一入来，除了看到按到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古色古香味道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把这些农产品都把它带进来了。对，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文化跟产业是共同来重视，所以我们就结合这个老旅社，然后在这边贩售这样友善耕作的稻米，然后透过这个空间跟外面的朋友互相的联系跟连接，那另外同时也是扮演跟农民一起聚会据点的空间。那后来有吸引到真的会来这边消费的在地人吗？会有，但外地会还是居多啦。很多外地朋友没有来过西周，然后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去认识西周，就会来在我们这边。对，你们这些藏书黑供有 TPM 卖你拿过来量，还是说为什么要有一个书店在这里呢？一开始成立书店，就是觉得说西周一个农乡里面，其实缺乏的也是一个空间，一个平台在这里。其实对于不管是我们在做产业还是文化方面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这个场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对不对？对。就大家坐下来喝杯茶、看本书的时候，关系就按用便宜了耶。因为我们是跟农民契作，所以其实农民的部分，我们也让他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会议小型的会议室，所以这里常常是我们农民上课的地方。就是这个空间其实就比较多元性啦。周农跟你不是年纪都比较大嘛？他们真的可以接受由年轻人的按钮老给他的沟通，他们会听得进去吗？就是说你们又没有做农，事实上是听不太下去。經過賦水院通過後，是老闆平鄉下大病嘅後生人，結天留啲海族，鄉下為傳統水田10天撫育計劃來大病，友善耕作嘅觀念，喺保護自然生態嘅同時，未建立為協作嘅模式。漸漸嘅，水田地度嘅怪嘢放養蟲變多咧，保障乜嘢出現，未本農民嘅收入漸漸嘅穩定，越來越多人加入到團隊繼續堅持下來。啲菜天人家喊做面線阿婆嘅料理，唔但將傳承本土，還可以喊得人哋嘅名聲咯。很熊哦，要推買嗎？怎麼那麼香？阿婆，你好，要麼蓋？你聽得懂國語嗎？哎呀，國語我聽無，看嘛。阿嬤，這傷大碗賣50塊賣好啦，我甲你鬥賣，一碗賣100。嗰牛頭乜豆係冇？
哦，真劲冻浆诶，创意调用诶，系啊，按浆诶说。我以前我听无，看嘛，阿婆会讲好老法嘅，无关系，我个好老法咪係 OK 啊。阿婆歹勢，你這住下面哪裡叫你爸我？很遠的皮條在旁邊啊呢。做麻油做。麻油哦嘿同鄉誒。啊，這個除了這兩以外，還要落啥物無？嗰係三目，嗰係蚵啊，啊，你家己伫咧遮賣哦？係啊。啊，無人甲你鬥相共？哦，若較濟人就人客伊就甲我鬥相共。你伫遮住偌久啊60多年啊。 ？60多年，你毋就是最小只的時陣就開始賣啊？係啊，20歲啊就。講啲是從地度嘅細談呢，我插發嘅外擺留太厝嘅背景，阿婆意識得熱情，行家上本大家都識得飽識得足嘅想法，對事嘅堅持，行家係老邊人嘅生活習慣嘅素養，唔是天朝係馬家罕得看到嘅食材，以往用料當澎湃用食材嘅麻油麵線，就係傳統市場地度特別嘅庶民風景。 阿妹哦，你看啊，但像要给办公就按台湾地图的料，你看，太补了。阿妈，这伤大碗卖50块卖好啦，会啦，上俗啊啦，袂啦，卖好吧？袂啦我甲你斗卖，一碗卖100，你60我40，安尼无趁钱啊？这肉敢是黑猪肉？系啊，这黑猪肉我第一吧，搁较贵呢。超嫩的，好吃哦，真的假的？我第一吧较好食。哦，我要醉啊！嘿，想做米酒啊！你看阿婆这个蛋啊，超级厉害，加个热人喊班上酥的，一听懂嫩哦，咬哦！还有这蚵啊，这嘛是市场内底买的吗？ 我拢来伫遐卖尔。哦，阿婆，你对一开始的时阵，都是下遮尔济料，还是讲较早以前无下遮尔济料？哦，较早是咧煎蚵底啦，哦，你煮蚵底哦。啊，就家一个我怎煮这？哦，这较食会饱吼。嘿啊，啊，你这是卖早顿还是中昼？拢有我早时就开始卖卖啊！哇，卖到中昼。还主要当边人啊，对早晨就可以是东部诶。不过我知道，因为南部的人啊，全部都按钮，因为家的咧，做事较辛苦，我动到的体力。我甲你讲一句客话好无？这面线客话就是叫做面线。面线。对啊，这有意思的哦。若是你讲安尼面线线，客话就是讲面线。 这意思都无共款哦，就变做啰里啰嗦的意思。安尼哦，面线。啊是讲后摆以后敢有人甲你食？无啊。无。系啊。啊，要安怎呢？不要紧啦，会使做就甲做。袂使啦。你若是无卖，是毋是大家会做笑无你的？是安尼讲吗？我要气笑啊！先用豆豆嘅烏麻油爆香姜麻片，佮整一粒荷包卵、香料嘅面線融合定姜麻溜溜嘅吉辣，撒定燙好嘅面線，行加愛幾多有幾多嘅肉撈起油嘅。因為面線唔但將空定嘅阿婆嘅堅持用心，還有綜合嘅薄色食材，羊羔嘅物嘅山珍海味。 麻油面線雖然係特沙都地嘅片菜飯，沙啲阿婆慈祥嘅笑容地度，空有無窮樣嘅小暖。對啊，係主要頭尾啊，睇起來都懂好食用油嘅，而且呢，今日我哋都有景點啊，香港呢係第一景點，已經可以賣60多年嘅哦。同我嚟你看啊 ，Hello。
老板你好，你好，哇，听说你这间店已经开了是50几年，50年是第一代第一间对不对？这边第一间羊肉店，对，真的很有名，而且我外面就闻得好香了。请问这边的羊肉啊，有分几种口味吗？有煮药膳的，也有煮清汤苦瓜的。这种吼清煮的啊，清跳沾贡也给羊肉，米头都带红吼。我要清炖的，加苦瓜是不是？对，太好了。看起來普通嘅店面，就係菜天人沙沙都地嘅美食咯。時時都泡定羊肉撈肉身嘅米線，廚師撈齊齊嘅羊肉，切到芎樣盤，就會有又嫩又 Q 嘅口感。太地嘅椒麻片撈苦瓜成落鍋，羊肉愛啲溫度天天嘅運動軟，香味當料，溫度又唔會皮咧咧嘅。聽講是愛食過嘅人都會餓到到奶唔得咯。你看啊，大家都会示範時間哦，規間的草都黏，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去去搞一餐飲食嘞。大家呢全部都來這邊圍爐以外，都要到邊條間羊肉講啊，他們呢是沒有賣1人份的，因為家的賣的時間啊，全部會算幾多斤賣的，這些羊啊，全部會當年現吃的哦。好，我已經準備好了喎，那你看，我有一個苦瓜，還有一個羊肉。我覺得羊肉很厲害的地方，它就是你看，你刮定油的部分，還有牛的部分來吃這個啊。它羊肉完全沒出手命，而且它的肉好厲害，怎麼可以這麼 Q？ 你看。里面啊，那個低度肉誒苦瓜，它還放了薑片下去，那對團啊，它應該是一種穩補嘅效果，而且呢，剛剛有補誒一下下，那個玻璃脆肉的苦瓜，這一鍋一定要越煲越濃越好食。玻璃菜啊，都嚼到嘅苦瓜嘅甘甜味嘅，而且啊，菜呢本嘅湯頭邊都含較起甜以外，我來試試看下嘅苦瓜。連個冇話嘅好食苦瓜嘅人啊，我都敢食咧，因為呢，佢用啊呢算係客家人嘅白玉苦瓜，佢落去煮久嘅過後呢，苦味呢就參參嘅會散脫。純豆係加個甘嘅米頭嘞，好讚哦！你看哦，那時候那個醬料，聽說也是他們特製嘅醬料，一定要來試試看他們特調醬料味道。可以用甜面醬啊。其實我覺得啊，我還是覺得吃原味就好，因為呢，加個羊肉啊，冇出手咪。所以你等下吃它肉的原汁原味嘅清淡的誒，來到海珠啊，一定要食到牙咪嘅，才會有好體力繼續去來探訪下嘅素材。另外，四季都合適嘅香肉菜，適合混做一碗熟碌碌嘅肉身羊肉，就算啲太熱天，落在sau暖，唔愛放氣太嘅湯頭，甘甜溫潤，係古法偏房嘅關鍵。肉軟嫩爽口，好食嘅米絲啲再度流轉，也正經係當難形容嘅好米絲哦。體驗嘅菜天人推薦嘅小食，帶點飽足嘅肚餓，留快樂嘅心情，叫下來嚟探訪菜天種토마토嘅專家總太哥。哇！而家我一行入來就看到按到토마토多啲啊，而且啊，我有做過功課，聽說要到邊嘅泰國啊，全部係用友善種植哦。見到前面，等你來啲前記。Hello，總泰哥，安坐就在無害。係啊，泰哥，你種嘅토마토大家都安在，而且又動態啲啊，咪好。係啊，我之前喺本 corner 嚟。好啊。總正土泰國菜天行業。當要追馬嘅佢，貢獻農作完全留大家分享經驗，對安用嘅友善土地，努力向磨土耕
终嘅目标全力来做。虽然也几年来作物嘅利润有限，不过佢每次都艰苦，坚持做农场转型。一条路可能行到较慢，不过佢还系咁样坚持行下去。贵奖诶，系啊，要牛头嘛豆系嘿嘛？嘿嘿，哦，真见动奖诶，像你调用诶。系啊，按讲的是，而且啊，我来之前就提供一道味嘅係友善耕作冇食用嘅。系有得我本身有冇食肉嘅吼，因為冇食肉嚟講，人哋東西吼都較安全啊。所以講本身也普遍搭起落去嘢吼，嗰個嚟無干來講吼，都減輕嘅種嘅病蟲害發生。啊，所以按個情形之下嚟講吼，因保養到土壤嘅病蟲害吼，過來這部生長好，真有安好嘅個果實出來啊。泰國家講到啊，還有台灣有的美容師就唔敢偏蟲害，我就最知道，因為呢，我剛才走進來嘅美容師地度全部冇蟲誒，連門內都冇，故所呢是人都感覺很放心的地方，應該連蟲誒唔會入來，對不對？唔會入來，真的，可是也成本當高誒。啊，真高咧，係，也啲成本嚟講吼，佢日本式嚟講，成本差唔多有400萬到500萬左右啊。而且我看下，老外特別看到嘅美容師有冇講佢係。貴嘅有加高起來，係嘛？加高起來用而家做法是講加高來講吼，安尼通風又較好。按通風較好嘅，安尼個溫度吼都唔好較高濕。按較高都是乜嘢？安尼病蟲害都較嚴重。哦，原來連呢個土都有加個紅門到地度。錯冇錯係。所以你看啊，我們剛才一來了就發現到，個美容師地度啊，溫室裡面真的非常的舒適哎，因為我們按用。個奶啾啾哎，這邊全部很舒服的環境，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都大家嘅博物館，我是第一次看過哎，大概就會包嘅五隻塑膠碌哎。係，以前咧不敢塑膠碌嘅。對啊，為什麼是用這個？因為呢友善那個工作吼，所以講家種嘅東西來保濕，安尼土壤有嘛吼，有較輻射有嘛吼，較輻射就講個土壤較健康都錯嘅。啊，會較濕係嘛？係啊，塑落去嘢都較唔會。速度嘅病蟲害，對，係一種咧，都友善工作嘅方法都錯嘅。而且你剛才講到一個博物館啊，鉗落去除了嘅本嘅奶質較好以外，其實像這個，因為它也是有生命的東西，它應該有一些營養都量吧？博物館地度。一博物館來講吼，就你咧菇草桿菌啊。菇草桿菌。係，你一菌嚟講吼，有好嘅菌攏伫啲博物館伊搭，但係面體啲嘢叫做裝啲安尼奶度，奶度嘢都較。活性都較好，較好啲嘢，你直播上去到又較正常都錯嘅。無怪個토마토會打到人家。當然啊，你有好嘅環境本地來講吼，真有好嘅東西不出來。為了做到好有自然嘅無毒生態，找錯桿菌算係安全有用嘅微生物，嘅強大嘅酵素，留做得本嘅有機質，強化環境嘅能力，做得降低病原菌嘅危害。天數作物吸收奶肉地度嘅營養元素，壓下健康嘅病菌生長，難怪種出來嘅토마토到炸出太麻雜，品質又都好哦。喺個種係用啊，我用嘅昆講機做得雜嘅。哦，有前風衣嘅都做得雜嘅，但是講較從用種嘅果實來講吼，從有啲整起到嘢嘛，哦。即係看人種實有嘛吼，都較冇安防。較冇安防嘅嘢吼，佢運輸嘅時間都較長。當然市場嘅佢好數嘅生意來講，如果較要變風嘅。當然消費者就是嘿，那個變較久嘅錯嘅。很難變。嘿，冇咁錯。古時候啲嘅呢，係做變價幾日咧？哦，變真久哦，差唔多1禮拜冇問題嘅。做得變價1禮拜哦，所以啊，好按用嘅。太細粒嘅花，唔係因為講佢忙熟，它按用已經上天咧，對不對？哦，冇天咧，它粒起嘢就是按太粒，但是因辦人哋果實來講吼，啊，佢品質較好，較無好嘅嘅差唔多，然後來整體去，所以較無好嘅。嘿，你蔬果，你看有冇好奇形嘅？以前講吼，有種嘅好多塞條果。這不好嗎？有沒有登記縫誒？冇，有冇縫誒？為什麼？有一種嘅東西吼，叫養分嘛吼，第二太粒俾佢吸收啲，香蕉嘅，而迄個吼都加養分吼，本佢吼佢冇太。你係看加色嗎？咩？佢可以加鹹，
你形意吼牛，蒡该不 OK 吗？给妹妹 OK 啊。无咯，你看伊你看到圆圆的嘛，你看个按多又无哦，有一圆，些较有那种一面一面。一面你就讲迄个都看不太。捏了遐呢哦，头马都会看起片呢。当然啦我上落安样，头马都用，头马都用，几张系 OK。错。哇，呀，你我安太了。啊，那砸下来哈，干砸。你爱数把这行较太爱了这哦，强强我昨天咬个面的嘞。但是呀，真个看不到吼，冲太了皮的，太大也不好吗？无吼。头马都会看起片呢。当然啦我上落安样，头马都用，头马都用，几张系 OK。错，嘿。该创业特别当面试去了，唔讲虫诶。那都大呀，讲讲有冇该问一下冇？所以就总个不是来讲吼，先讲个台风来。哦。台风吼一般来伊个吼。台风也吹一只哦。哦，它太热吼。铁架的呢。铁架是唔会，按个塑胶棚的吼，就较台风伊个差不多14级以上伊个吼，也都无冷气咧。按冷气你热种个东西吼，都安尼空间吼，甲我买那个隔离吼，嘿，都无效体个。去年按到风采，咁有影响？有哦，去年也风台都鼻涕，中鼻涕嘿啊。真劲哦！太哥讲，2016年嘅梅季風采非常厲害，規則農場一夜之間全部冇槍槍。要是看到姑娘，你了長久存下來嘅토마토老風采表面嘅深刻嘅記憶，久久都難得表達。故所靠田食飯嘅農民，冇辦法表面嘅辛苦老辛酸，田仔仲係本家的幾年嘅心血了槍槍。哇，呀，你我安太了。一種個那砸下來哈，干砸。比俺数把这种行较太爱了这哦。啊，咱搞嘛。这样子吗？好，进来嘿，较太熱啦。哇，真嘅太厉害呗！强强就会比个反瓜很开太厉害呗！你看这么大哎，强强我昨天咬个面嘞。但是呀，种个看不到吼，冲太厉害的。太大也不好吗？无吼，呀种个看不到来讲吼，无加湿体的，冲太厉害的。冬天来你加湿来讲吼，佢用途又无按到。逢个看不到吼，就按做成的用来讲，佢无法度按太厉害。你按太厉害嘅，佢汉堡去哦，做也无法度做。可是可以做那个啊，意大利面做红酱就做在用到错。真的哎，好棒！而且啊，发现到，嘿，你对下杯开始缝啊。嘿，伊看不到人的成长，拢伫下晡开始已经缝得爽了。好好哦，缝到将人家另够用诶，咁种压力唔讲係清學生用嘅來分別咧。天吼，人哋縫迄個縫啊縫條條，啊過來天點，看伊師傅有嘛吼，也都一點天，一點天吼都跟家師傅較好啲誒，但是也種師傅無講，你看重重按快看得到，重。你師傅啲。冇講啊，所以一種個家師都較無好誒。哦，原來有這個看法。好食啲吼，其實講原本是個看不到種青好食，都很好吃啦，對不對？伊皮青泡個，我青島水。剛剛那個水分青島。好多水分，而且好甜呢。等見凍到水耶。係啊。皮泡牛又 Q。水分又多，调白色各个牛番茄一般来说较少按用上色，比较多拿来做料理，主要是因为呢，两个皮较喷，个牛啊不按用泡泡，这个牛冻粉，吃起来那种番茄的感觉啊，有一些就是跟色调会同它都一样。冇錯。而且溜溜的 QQ 哎，好好吃哦。特別看師傅本人拿來用做食材變化，就本人吃到當氧氣。特製又大又久風飽滿嘅牛頭馬豆，摘下來過後，唔但將做得齊食，還加做得煲湯、燉、煮、煎、炒，也係滷起來。料理太自然嘅好味性，留佢完整嘅封存起來，變化做一次又一次，使嚟會親密嘅好料。
那个吉姆尼啦，我刚才做的提红也给黑马该，看起来应该是面粉类的吗？做面包吗？没，做司康， scone 哦。 scone 你知吗？哦，我知啊。陈俊正太高，新竹行人，是喺啥啥都显现嘅科技新贵。台几天主管嘅头衔，佢冇太多嘅可惜，是参加风水运通，对家乡嘅事物仲係点点嘅关心，本其支持。2012年嘅時節，兩位最親嘅人連登高升，就將慶喜嘅過去頭擺石油過嘅熱力，熱天轉向嘅想法，悄悄地用清楚又體貼。你知吗？哦，我知啊，你知哦我懂好食喽。哎呀，可是我们今天这些基本食材我知道，但是你要做一个 scone 黑马该 Q 米的嘞。哎，你客家人嘛？我当然会客家人啊。这个粥粥嘛这是我第一次做，第一次很香哎，真的好香哦。 Q 他镜头，你看，移动好是做主持人哦。你来这边有没有变胖？哎，有一开始有鞭炮，后来运动，对不对？你客家人嘛？我当然会客家人啊。我係本仔客家人，所以我用介做嗎？走嘛哈啊，我已经分了全酒，同鄉哦，我喜欢。要进来座位吗？唔係，我係阿姨做嘅。哦，好，懂熊哦，纯正酒米含懂了。那可是这个我完全不会做，让你来教我喽。好啊懂了，有，OK 啊，我们这里面哈有那个面粉哦泡打粉哦，全部调后 C 就 OK 了。嘿嘿嘿，好，那我们抖今天可以好，用奶油，哦用奶，OK。油以柔和，这个是最重要的步骤了哦。就是西点类的应该懂懂 C 么你懂会做，可是像我就不太会做。你一个南美你都会做啊？你好厉害哦！我形容这个缘分啊，缘分，缘分。你老料理有缘分。系啊系啊系啊，跟我一样哎啊，真是吗？那当然了。你用手把它捏碎，捏碎，就把这个奶油全部跟面粉和在一起。那我们看面粉现在是白色的，对不对？那我们把它捏碎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黄黄的这样子。所以你把它捏碎就可以，全部捞给搅啊！可是这个没用那个搅拌器啊嘛，该不卡夹？为什么？用手啊，有温度，哦，有你的爱心。好，你的爱心做出来司康好咸。好，跟你加油用爱心做scone不爱吃哈。好。我发现了，那个scone啊，秘密就在它的比例。可是呢，看起来太狗毛的老秘方跟我们讲，你自己有没有测很久才抓到这比例？就网络上抓下来，然后自己试做几次，就上手了。好厉害，天才哎！没有，我有听说泰国做 scone 啊，在这边已经有名号了。人家给你点可以几多年？唔到一年，唔到一年哦，大概scone就懂有名哎。我爱做 scone 啊，市面上买不到。真的。我又做红梨 scone，黑米 scone， 黑米，我们西周产黑米嘛，黑米 scone， 按到做嘛 scone。挑一摆做。这边边爱做诶。高大嘅面粉、老泡打粉加入切开嘅奶油，先用水温把奶油、老面粉切夹，泡打粉就会本日嘅scone，做得变到蓬又松、简单又夹嘅好东西。三点放入少量嘅白砂糖，用比例嘅来做嘛，牛奶过后，继续切圆切夹。一直到面粉老所有的食材变做淡黄色过后，就在在准备下一步嘞。会有冻浆哎，好像放草莓用哎。对呀，可是它有那个做妈的这个酒香，对不对？真经典，而且这个当简单做，唔会像用嘅面包小胖啊，迄等于发模糊又做唔上安呢。对，我们可以好简单哦。我们可以用刀子切，也可以。你可以用这种模型，有没有？
这个我可以帮忙，来，往下来，这样子呢往下，没关系。这样可以吗？ OK， 做对，等下存那个做对，存内我们念咒再一捏做一次，再捏一次，然后再擀。好，那我就把它先弄下来喽。对，哎，好湿润哦。其实有一些葱做馒头的材质，有点像哈。有一些葱，我感觉可以嘛，嗯因为它会配够会膨胀没哈。不太会了。哦，真的吗？哎，不太会了，它会往上，嗯哼，所以它等一下会长高。会膨起来。嗯，哇，你看，给它色冻酱有没有粉红色点缀？都上面有一些葱吃破的样哎。用圆形嘅木位嵌出一堆一堆嘅嘟嘟好睇色嘅圆形，啲蛋糕圓圓嘅手卵，表入到燒到190度嘅配上啲度，配太陽嘅20分鐘就做得咧。沙得太高準備要講啊，用菜地種出來嘅飯瓜、現摘嘅牛頭麥豆，還個年初面種嘅鳳梨，來做平凡又滋養好食嘅麵疙瘩哦。面疙瘩算是我第一次做，我要好好跟你学。好啊，好啊。好，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红梨味噌面疙瘩，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呢要煮汤头。先下去熬汤。对，所以我们拿栗子南瓜来熬汤头。好，汤头当中药哦，也是决定伊到底好食唔好食。好可是呢，落下토마토，等下汤会较甜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红梨面团，那红梨啊，先嚟洗過薄殼，薄鐵類啊，叫麵粉啊，混在一起啊，然后捏成面疙瘩。面疙瘩可以做自己想要的形状，对不对？对，古说爱小鸟用就鸟用嘛，对不对？对呀。你吃到够，你得最卡塞吧？可以吃小一点的。OK 啊，酥尾就好了，酥尾糊一了。哎，然后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它粘锅，所以要稍微搅一下。泰国要给牛头马豆啊，是适合拿来补汤，对不对？对啊。而且好神奇哦，一下甲个头马豆的茄红素已经走出来哈。对啊。丰丰哎。这个tomato啊，它的茄红素啊，对人的那个营养很充分，而且这南瓜啊，对于这个身体也非常好。对，而且人家讲啊，吃东西的时间是个五行嘛。其实呢，就是本周某 Q 色，我们这锅汤里面呢，胆酱就有粉色，还有反瓜黄色，还有红梨，它的铁质又很高，对不对？对。好，而且它的那个蛋白质也很高。好，那面疙瘩是不是也差不多 OK 啊？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然后，如果说过冷水之后，它的 Q 弹度会更好。就好像我们去日本吃那个拉面一样。好，他们荞麦面也是一样哦。交给你。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冲一下冷水。好，面粉加水，然后鳳梨貼咗團，綠綠嘅黃淡嘅色，你下就係食材清甜甜嘅樣嘅。那我以往用tomato混出來嘅湯頭，加啲位米醬來提味，個邊入冷水裡個嘅鳳梨面疙瘩攪下嘅。本人想食到見吞後冷水嘅好料，水就會掉上走了。有啲人用一種下手菜，真有辦法都人用安布頭啊，做的糖豆怪也都會叫啊，調味都會叫啊，對不對？對啊。像這種田徑的氣氛真的好棒哦。像這種安布條啊，你沖來啊，淅一杯咖啡啊，神清氣爽啊！真的。那我今天我們剛合作條呢，作為要給面疙瘩，有剛才紅梨的鋪粉哈。我們先來老觀眾朋友講好不好吃？這個你有吃過嗎？婉萍？有，我有吃過，因為就大哥之前在那個我們成功旅社的時候有煮給我們吃過，非常好吃，超多的，很濃稠的湯，很濃稠，然後還有加南瓜，然後味噌。這些都是我們在地的食材，很而且新鮮。真平常吃，番瓜落的tomato，因為tomato有一些酸酸啊，番瓜煮久的綿綿粉粉，帶一些甜味，那歸湯頭很讚。最後面我們再加一點點玻璃脆鋪粉，讓湯頭比較甜。而且啊，其實那個紅梨吼，其實佢本身哈，迄用到麵粉裡頭可能米頭不按重，可是啊，它會越嚼越香，越嚼越香。湯頭當然以外，我覺得。真的哎，泰國剛剛講啊，一定要老給番瓜、tomato，先不用落去，讓它煮出味道來，感覺就像喝濃湯一樣。最棒的還是我們的這個牛tomato，它好神奇哦，它竟然可以久煮之後還可以用到去味。
没错。一般来讲啊，你知道其实牛头麦豆给料理我们很常吃到，吃红酱啊、罗宋汤什么都会吃到。对。可是呢，大哥有说到这一个牛头麦豆，它很不一样，就是说它会久煮一样 QQ 的，这就是它移动厉害的手材，真的。但细微的变化要我才知道。你来这边有没有变胖？有，一开始有变胖，后来运动，收敛一点，对不对？好啦，我们来吃 scone 喽。好，其实这个粥粥嘛嘛，这是我第一次做的，第一次很香哎，真的好香哦。Q 他镜头，你看，移动合适粥主持人哦。真的非常香。一咬下去就有那种酒香。而且啊，加个萝卜冻酥底都含圆圆的。像人家是那种大饼，小时候的大饼那种 Q 感，也吃也有。婉萍，你应该吃吃看我们做的走马的，走马就是那酒糟红曲。哎呦，好喜欢呀！有味道，对不对？非常香。而且酒它本来就是酒嘛，哈，都在底度给我发勾整个勾，还有它酒香也跑出来。泰國嘅單片素從咖啡，然後當然素做限量嘅 scone，然後熟棒，喺當到人客為貼片類似嘅點心，唔但將用心研發，加上變本口味，當然看食材有冇同樣嘅小食品，將料出貼紙嘅沙拉，各種生菜。特別老配嘢，從一個唔但將看起來有醬、豐富又飽滿嘅食材，本人看嚟就當歡喜哦。大哥，你真的懂腔哎！透過一杯咖啡、一點點美食，就老太去把串聯起來哎。这都是缘分嘛，都是缘分哦，都而且是机缘。你幾有時都帶，做乜嘅會上工，而轉到兩道畢業了。我会回来，其实是是对我阿 Q， 我阿 Q 的影响动大。每次那个年初二啊，轉每家。转末假啊，那常常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啊，就看不到我阿 Q， 因为我阿 Q 就去卖菜，就去卖菜，那菜卖不完，他就不回来了。那他又很年轻就过世，68岁就过世，所以我就觉得说，台湾农民真的好辛苦，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农民一点点事情？再加上2012年的时候的护水运动，對，你想想看，70、80岁的老农民，每天守着，就怕怪手来把我们的水郡的水源挖走，你就觉得很不忍心，为什么台湾的农民要接受这种待遇？對，那刚好就有一个机缘，刚好我又学到烘咖啡的这个技术跟手法，然后我自己又有点可能是天分吧，会做一些料理。那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回来可以利用一个咖啡屋跟外界做连结？那外面人到这里到西周，可以透过我去认识我们西周的农业，我们的农产，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农民购买。實際上你也做到，對不對？因為合作條來看，就看到哇，那些來的客人都是你在科技公司的朋友。是啊，那其實從我去年回來到現在，保守估計啦，大概超過500-600個人來到這裡。真嘅呢，可能有的人一輩子都沒有來過西周，就會以面虧一間咖啡店，幾張雷都海足料。但是婉萍，你一開始來噶，媽媽會不會完全不知道你要搞什麼東西？到底怎麼會來這邊呢？高鐵才剛通。他一開始真的是不太能夠接受我來這邊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覺得說，差不多了，你該回來了這樣子。沒想到竟然結婚了，我的媽！你是不是為了要留下來，所以嫁給老公的？我不得不說是有這個原因。真的嗎？結婚又留下來，媽媽沒有想說啊，真嘅帶唔轉了，帶不回來了。一開始反對，還幫我介紹北部的對象，後來我自己在這邊找到了，就結婚了，就不用帶回去。媽媽現在有沒有改變她行為？改變蠻多的。她開始會幫我賣米，幫你賣米，對，就是幫我賣給她的朋友們。对，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好酷哦！一開始他瞧不起我這個賣米的，他說你少數你跑去那邊賣米幹嘛？但後來他開始幫我賣了，說是的媽媽在賣米，不錯啊，這個。這樣子，我們通路都可以遷到北部去。對，沒錯。往新北市發展。我們西周的米真的很好，好吃啊，好吃啊，濁水溪灌溉的相當好。我覺得我們應該多一點
为自己的故乡做一点事情。我也鼓励年轻人这样做。我一直觉得就是人不能离开土地。一旦离开土地了，它就像失了根一样。真的。台湾最有风情的就是那种在地的文化。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真的。所以其实我不后悔我回来了。就好像我老板那时候我要回来的时候，他问我说：“啊，你刚建好一个厂，而且做得好好的，你干嘛回去啊？你再多做个几年都没有问题啊。”我是这样觉得，没错啊。后来我就回他说：“其实我也很挣扎，但是我觉得说，台积电人才这么多。”多一个我少一个我，没什么差别啊。但是我的故乡如果多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是真的，但是那个影响力很。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点不一样。对，真的。有一句話係安陽講嘅，聽人愛嘅無天初輕藝嘅追求，打破人講嘅規則，用自家嘅方式講你咧。安陽嘅愛講冇乜嘅追求咧，啲孩子愛讀到嘅緊密連結。相互幸福的一群人，在追求夢想的一條路上，像一條一條指引探索的路，本記得一步一步的行入到新的人生。天都掂清的路，就像係無上的支持，所有的上手都唔會按眼呢，就像生活都有按到的目標樣，掠到全部都會係驚喜。耕田書生，滿天的無尾香。喺頭擺嘅農村景緻，農民留下來嘅汗水，造就為台灣航向航較繁華年代嘅基礎。對傳統農業來講，耕種唔單止係維持生計哦，而係較係人老土地、人老人之間連結嘅一種生活方式。基本上本家鄉好嘅食材，本行較多人看到嘅心意，想到嘅當到人進到家鄉來。潛在對家鄉嘅認同，還家啲文化當今地度做唔得填表題嘅好面試。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藝術。下週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多，後面愛靠谷雨天。烈下小馬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歇18年，四季輪迴又一年。